女掌門人周慧敏出道40年，早前就開始咗巡迴演唱會，但佢嘅聲線狀態屢次成為網民焦點。近日又有新片段喺網上流傳。未有捉得緊，也都改變，然後在某一天輕輕走過。有網民形容係令人耳朵流產。又有人表示完全聽唔出佢唱緊乜，亦有人指佢多年嚟並非以歌喉著稱，主要係賣外表。仲有唔少網民勸佢收山，留翻個美好回憶俾大家。不過，亦有部分網民認為佢可能只係身體唔舒服啫，大家又點睇呢？情從未他，這份愛的感他，這一生不對等。原來夢是不可流淚，未有足。